别啊！阿婆老人讲总得啦，俺来要害死这种的呀！哎呦，阿婆，孙呢？你会提啊喏？我记得电开的心爱了本起家。你有眼光，这个店一定会让你赚多少钱啊！因为按做下班我就停你看，有件新开的味道紅油嘛，嘅福利真開嘅呢。來，朱日官。哦，好。安子姐，谢谢高伟。中了呀。嗯。哎呦，老唔買睇江東西哦。買乜嘅？素食加油。哎，很強哦。我喺書店上班了。充滿飛機嘅，幾多搶有人呢？人家做聽人嚟聽書咯。要不？我花錢搶你，我還是請條路，來啦。也係冇乜嘅強用。那冇強用啊！哦，唔知道買3萬元嘅東西，當咪巧？唔係啊呢。點鹽就係點鹽。買嘛個都強用，就係唔做挨頭價，挨拿唔拿錢，挨吃到乖乖。拜託啦！拜託啦！安子生呢？好。再來啊！好。你唔點用啊？因為是佢。來來來，唔曉做咯。唔是啦。來來來來來，辛苦嘅。原來就恨，沒事，給你妹底部點錯冇？你才不理解，你在少講嘛？有用嗎？我不曉得，你到底係點做乜嘅？我提不卡，我忙是幫你寫過一雜文，你啥題也減求寫文，否則也找福利金，我還有心肝呢。你重新再講。我冇啊。俺老公就冇哎，俺怎麼該做醫生工？黄碧川，你要回去就現在回去。你給我家庭哎，還有不該嘅聲音唔啲哎！阿強，你別見到穿什麼哦，還他唔知介紹。你再過嚟一邊咯，我小佬唔離婚。
皇帝传你回去。你回去。你回去。对不起。也是阿爸替拜讲出，伫家用事和亲小通到嘅离婚2事，佢公开讨为阿妹讲嘅2几十费钱，也是拿来台北半年后嘅事情。不过，离阿爸离开后米里，伫台北答辩，是1年后嘅事情。你要做乜嘢？你先去啦。人讲唔可比痛啊。去比到期不开也唔准。阿妹身体好冇？好冇？我不能欠戏的。后天的事情，唔是老夫卡参详啊。回到奈呢？那对我们讲的事情。我都跟同好讲哦，我不跟阿妹讲，我冇关心嘛。我永远做人去甲看啊。这酒店好。再请时间再去看阿妹就好呀。你哭唔唔会啦，人結過婚嘅啊，今日又離題咧，唔早啲最近看牙先。師兄啊，冇啦，撞眼啦，冇再撞眼啦，哎呀，做公做婆啊，無必啊，冇撞眼啦。阿妹，哎，用哎，哎呦，我聽聽呢，嚟，用哎，哎，我老公講啊，師兄啊，係唔好動時來宰死啊，出世來旺福啊，屠宰的喲。哎呦，阿妹不空的啦，我看哦，你做你舌頭水太薄誒，這樣亂講法。冇，係冇亂講法咧，也係人叫我嘅人嚟講嘅咧。好啦好啦，更強誒，我朋友那本是
无那个，俺算唔落哦，妈个就算唔落哦。迄都亚大位哦，都是钱啊，无人称啊，一无人来坑啊，我没你来，我转去不卡咯，我转去拜呀，我去暑假，来，哎呦啊！妹，你看，我痛好吗？你痛就痛，看。我哋平常行起人做好啦。唔使可以做好係無漂亮嘅。你看，人哋做乜嘅？飯團。你也是飯團，哦，你團圓同佛嘅意思。有冇人㗎？愛富嘅。誒，請快講哦，慢匆匆叫腔下唔好嚴格啊。很凶哦，做的什麼？等一下。那你心情都已經都好好嘅。迄腔下雖然快樂，但係我本人祝福。迄個下禮拜有冇嘅變化？唔會。咁難講好冇？我想嚟做飯團。你本事的飯團。你本事的飯團。音樂法3章哦。下禮拜有冇嘅硬度冇快樂？就做飯團的佛嘅。也都不是，懂講啊。好。音樂法3章。來。慶向下新年快樂，不過無本人做貨。係講根本的開始，有硬度，無快樂，然就做飯團來貨嘅。辦起來。辦起來！你今日是安怎？食着下晝藥後，咱攏莫講話。毋知你有4個囡仔的人，不掠出我失戀的。你想翁嘛？你好，你好，阿 Q 很漂，老板很强，他很漂亮哦，他很聪明哦，会讲话的哦。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很乖，很胖雅啊。我可以再试那一双吗？好的，这双是不是？对，来。这有小1号的吗？这款卖的太好了，只剩这一双了。不过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从日本订。你们不能多进一些小1号尺寸的吗？好，以后我们会。怎么办？很难选呢。谁凶哎？你说啊？爸爸。哎。爸爸。哇，有泡面呢！啊，真的哦。弟弟就当水某。哦。媽媽講，你死體嚟。
妈妈了？加班。爸爸，做对泡面冇？做的啊。该做困睡。来，弟兄们。来啦，来啦！厝体细小的两个阿哥老爱拄伫也个阿爸，未来唱会按的出现，带来好事嘞，也是带爱也着出去示范，本着人用钱，带等辐射介绍，自己关心的话，爸爸迄一个妈妈无提不卡去世界，将会出现嘅礼物，也是爱也着兄妹老阿爸。请报名100，向下欢喜吃泡面，给你很爱生日。向本本呢，也讲讲无骗人的。啊，爱笑。嘿，阿老爹，放心嘛，哦。你阿妈家啊？去倒早？哎，就是听听，也很用。真的，做嘛嘅？真的，还记得你喺用时光的，出生前62派，你妈妈买一种外国奖片，抽奖的哦，再买去台身家牌明星。你妈妈讲你係帶出來的，帶財？意思係講老虎可以帶來錢財嘅。漢班如果發他財哦？你做對人嚟講。阿真呢，漢班我會喊你財神爺。好，那他爸講故事啦。真的啊，而家中華街老吳眼面嚟按做驗證，爸爸中意整，整也就是有點事的噶。爸爸希望2023年追求正事。那麼幸福？幸福啊！好啊，基本你今年生日，誰要嘅？他是過來。哦。你看，願整個幸福。幸福哦，就係幸福牌垃圾有個幸福哦。真係，你見人個本事嚟哦。好吃嘞。好吃。也得日本媽媽。講媽媽有啲窩卡超好嘅。李叔，我媽媽將來攞幾個，我嗌過嘅。老細要嘅做菜嘅，如果寫好嘅還蠻變樣。做唔到老日就標條副卡，平時唔是上班嘅，好好照顧人嘅啊。我俾張卡到啲錢上來，要睇到我。順便。
万啦。有人老人讲，你还没主动讲哦。你转来，我个眼睛死掉了。阿川的老婆有姊妹，唔系做就啲嘅。我伫迄伫啊，我迄想讲，佢迄意思嘅懵懂，我才嚟佢就会做来的。唔对嘛，叫做福利金啊，有钱，开乜个委托户，困到就去，你就讲来打。几件咯？风被传来，佢当天佢在福利金嘅面前讲，佢讲哦，你再讲佢隔壁人闹，佢就要老爱离婚。当天佢在福利金嘅面前讲呢。你讲做咩啊？喊上报警，你做害，关你事。同根啊，关唔是你，红头付钱就冇事情了。顾送来就狠啊，狠就狠啊。啊，你有还忙衰呢？爸爸不要有赚来。爸爸讲，hen唔是上班嘞。唔是上班，你要得爱使嘛解啊？爸爸讲，叫我出赚多钱啊！爸爸讲，应该办迄条去坑下海嘛？梦雅个事情啊，阿叔诶，
好好读书就好诶。太硬的事情哦，唔是干啦，对无？你说诶。隔壁阿 Q 诶，唔系哦，阿找诶太娘子啊厉害啦！啊，那当家同阿找诶讲到有哦，讲好话啦，唔是笑啦。阿子说哦，我来老一种无嘿。无啦，眼你是条憨憨诶。哦，诶，那个生日嘞喏，老眼妹提脑背了。哦。送阿婆转移好米的了。系啊，个老人家哦，算计阿姨就好诶啦。错啦，个你爱好米的人嘿？唔系。哦，啊，你人家买哦？无啦，想不到诶。我要买水果呢，给用你的用途，洗就洗啦。好米的，挺好食咯。爱听食，来打水鼓啦。要不食？给阿超，要炒面好冇？叫啊！阿泽文。啥事啊？你就无了呢？发生啥？阿泽呢？问啊！高胜，去跑一胜啊！去跑一胜啊！走啦！等我哥哥上来，见甲你拍。压力哦！太屌了啦！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呦，用高多一声，呀，太姑姑了。哎，太姑姑。哎，太姑姑，有你欺负哪的啊？啊？转移啊！哦，好，哪来了啊？哎，哦，阿爷走。欺负哦？错啊，是那些大爷，唔准拿掉跳过来。哈，有安尼事情哦？错啊，等哪个哥转来，去打压掉。我看伢哥哥迄老二上大哦。
唔过记啊着欺负哪着？唔讲记得有几3年，啥啥？唔记多咋哥哥？嘿呀，啊，安尼大一样诶，啊，还能打吗？嘿呀，我阿真的哦，最聪明啊，系咩？我嫌嗰个人上大，就算大一样哦，要做唔得，上大就唔会事情，对吗？好啦，还姑姑有买用烟哦，谢谢。喂，你两个啊，你洗漱，洗漱。你搞安尼搞么？看，会黏起来，安尼。做呢？哎呦，太姐，你用你去做饭哦，俺来啦。哎，等下等下，莫按莫喊，等转来啊，就会有事情乱讲。你用喏？你今明年不是加班呢？我加班没有啊，俺没时间好穿呐。加班，我继续上班呢。赚钱的以后啦，我细年还较重要啊，哎，自己也扣的以后，我细年全部变笔记哦，不过安尼哦，佮也真的哦，我变鲁班西摩的对吗？今边日啊，公妈有人欺负佢，叫嫌家两个哥哥一人上打呢。上打？哎呀，呀，真的哦。哎呦，好样的嘛！爱讲过记，爱讲过记啦。无个马记哦，啊真的真真的啊，讲妈一讲起就对。太姐，你较小真的哦。很冤枉哦，我也没按想，白看。免啊，等去辞职咯。啊，可能是唔盼得咯。上固定班钱较大咩？但4年较太地会这样讲啦。阿川你唔要讲，佢要上网赚钱呢。莫讲几好嘛，来做冇压上面。哎呦，莫安尼啦。我可能2-3年哦，我就唔敢搁结婚呢。未万嘅婚姻行起有啊，像阿家老阿妹就同好啊。你安尼讲，迄无唔错啊。唔过唔看啊，我按好唱歌诶，我又按多人叫，我哦一三人结亲汉诶，同好诶。你会做肉骨婆？我肉骨婆我真唔惊啦。哎呦，我讲正经诶啦，喏，我去家照顾去家，甲看下传人是唔是忘记诶啦？我为到用一家将来打算。将来怎讲啊？阿切，莫安尼想，也爱好我亲弟，哈？怎么来叫我？好诶好诶好诶，怎么来叫？我叫伊叫你啥？我快变家庭的人哦，无好诶啦，好，莫叫，听到冇？谁帮我看？谁给帮我看？一天涯何处无芳草，系咩？世上的人儿这样多，你却碰到我。谢谢你，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见过我。哎呦，很爱你陪我。世上的这样的机会不太多，只能算巧合。
小啊，迄爱啦，太子。太子哦，今明日下班有事情无？阿问看晚条去冇上过啦。就当久无看到五个啊，按葡萄请下吃饭啊。有啊。你饲枵迄万人啊？那设计无？唔知啊，问。跟我介绍本来熟识无？你说你是几个？唔像。唔上幽默。那上到阿菜我就算了。那看你做一道银河哈。那另外一个是，给某正行，那就是唔了。头摆乜个事情就要人来讲咧，哈。俺记得有一摆哦，你用公婆这样结婚冇结叫，就走了。唔知为到嘛事情严加嘿哦。俺记得个办冇？哎呦，人家就没讲公婆，床头打床尾火，这为到是个生意呢。来看，搬转一下。对，是，我只讲嘛什么咯，也没听我说的嘿，冇走，快睇呀！中华民国64年4月5号的晚上，台北地区突然雷雨交加，天地震撼。总统蒋公就在当晚11点50分，因心脏病突发崩逝。另外有呢，当蒋公你做咩睇嘛？你！根本因为按之后就不用转了啊！谁呀呗？你好呢？总统蒋公尸体嘞。我教贵厅大号3张嘅。大号？又唔係死阿爸。你去翻神啊？突然雷雨交加，天地震撼。总统蒋公就在当晚11点50分，因心脏病突发崩逝。当蒋公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，全国民众哀痛欲绝，纷纷前往士林官邸祭拜。你用嚟帶呢？在国人的心目中，总统蒋公不仅是一位深受敬爱的元首，同时也是一位仁慈的长者。对这一代中国人来说，
从有记忆的那一天开始，他们就跟他老人我看你记得嘿。嘿啦，迄以前呢，一直洗舞诶。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。我来对啦。爱的人群中，来这。叫佢。即摆挂牌甲无挂牌拢爱穿乌衫甲白衫的。哈，我嘛爱穿哦。哎呦，安尼就无成理啊啦！安尼敢会敬酒？我人生安尼改不了呢。好啊啦，这阵嘛，大家较忍耐啦。哈，还要带孝哦？哎啦。啊，就一块细地的乌布，家己食就好啊。亲像报应完穿到安尼，白唧唧，我出门袂晓行路，我败啦。对啦，咱大就甲一块细地乌布伫遮啦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安尼应该拢会使啦。妈妈披着穿钱的米西，开始做服装。美强强唔记得，把阿爸无提给哀伤心情。你这太太，啊，你要做白还是做乌的啊？做乌的？不是啊，讲唔对啦。啊哈，阮查某囝后要落定啦，等着这个时阵吼，害我拢唔敢摕块布来互你做呢。啊，你做白好啊啦，白哦有较好的布啦哈。好啦，凊彩啦，无做也袂用的，你整就好啦。好啦，啊，后日送你嘞。我做乌了，后日做。做是较袂垃圾。好，我知吼，你稍等下吼。好。阿芬，啊你呢？我迄间规定爱做白啊。哦，你嘛有规定哦。好，等我一下哈。我念咪好。稍等一下哈。阿叔诶啊，洗衣未？还是去做乜嘅？拖厝尾扶唔到诶。来看。做唔得啦。哟，阿叔诶，你较歹哦。洗衣未？用要行喺暗超呢。哥哥都唱来东西是没？乱讲，臭夹夹的，吹臭夹夹的，让我湿度没品。唔免强用啦。好诶啦。哦，按你去做的嘞。做唔得啦，按你出去哦，赶紧休息。哦，好。我注意嘿。来，兄妹，行啊，行啊。爱。你嘛个？戆嘛，亚洲的青菜呆嘿，戆嘛，意思吧？同学，我们很荣幸被选去祭拜蒋公，大家快一点，后面的快一点。后面的跟上哦。还好。脚步快一点。奇怪，你唱什么东西啊你？不行吗？他奶奶的，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！姜公才去世，你们就在这里混了。姜公他有多么的伟大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他老人家死掉了，谁带我们皇宫大陆回去啊？你们的书是怎么读的？老师怎么教你们的？大家有没有听到啦？别再嬉闹了，要严肃一点。北北，我们时间快来不及了，如果迟到对蒋公也不敬，您说是吧？快去。好，大家跟上，快！总统蒋公的遗容，很多人感念蒋公毕生为国为民、鞠躬尽瘁的精神，都不禁落泪失声，悲戚万分。
有很多人忍不住再三跪拜，悲痛痛哭。转来了。妈，我甲你讲哦，基本的外劳股本好到很熟悉司令台梁仲聪的。梁仲聪哦，你两个哦？系啊。阿叔诶，你做嘛解喏？本伊现上去司令台梁仲聪，伊无欢喜啊。去好到文校开会组成，行我去教，领导怎么欢喜诶？莫安尼讲赢落台啦，多大嘛个事情啦，我去规则上行去叫喏。手爱调班，老师袂记调班，代表全校的先生老学生诶，去好到文校有愧有骄，自爱。自爱哦，开按久诶，外公，叫这条开通哦，哈。唔会啦，阿主哦，出分另外2班咧。大家看到爱着几日个，都会拍手，还有东东日本来着感动，咱要天天研究呢。嘿哦，东东暗感动哦。系啊。感动嘛该啊，有真研究嘿。有啊。讲硬打吹硬打。先人讲我叫咩？无的啊，我再大个大鱼的啦，规身咧按后座，甲去洗身啦。咦？你先去洗啊？你先洗。阿珍呢？拿来洗面哦。阿珍呢？上过的红嘿嘛？好啊，今日做的哦是老爱菜脯的啦。又菜来啦！啊哦！你嘛甲东西唔见摕咧？我幸福唔见摕。哪个幸福？垃圾哦嘿！啊，汤某无规矩，无钱咧看先生的啊！这个假靓啦！看在哪上？今嘛人咧外食啦，你叫伊钱准备好。真的，我好为报复起家，你莫。通爱国家，温柔父子，目den天强嘅色，爱恨舒服嘅自由，唔讲怕。爱讲。